昨下晡的一阵强阵雨，造成永康地区真侪路段来积水。对此，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秀平接到未少民众订正，上午马上邀集市府干部、水利等单位来会勘。第一站对永康宝成宫来出发，因为头前第20线中山北路两边的排水，西边是中排，但水却排到东边切角的小排，因此只要是降落雨，容易透袂赴来积水。住户表示，一礼拜已经清了2-3间。规间内底吼，到便所吼，规个啊个灶卡内底吼，规个拢总淹入去啦。啊，上个礼拜一也是这样子啦，哈。啊，我都安尼反正安尼做烦的啊，吼，是毋是讲？差不多30-40公分哦。你这雨顶悬啊，只是拢伊遮落来嘛。啊，佮加一条迄个青埔沟，那是附底阮做囡仔就有诶铁沟啊。啊，迄拢落来雨若像即落激降雨落来，才是固定的啦。啊，我嘛无爱佮铺啊，因为迄特别的问题拢伫诶，伊嘛出向我会勘滚那边啦，迄拢无效的啦。对此，立委陈廷辉表示，针对公线的大小造成瓶颈的问题，立委表示经费毋是问题，上重要的公线要优先来检讨，找出配套。永康因为它是新旧部落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在我们有中排接这个小排，在我们的排水系统当中，我们会有很多的瓶颈，但是这些瓶颈都会因为管线的问题而造成没有办法去突破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就是说，有些瓶颈管线的部分都应该优先来做检讨，所以我们要求说2个礼拜来做检讨，把这些管线要怎么迁移，要怎么做配套，否则即使钱争取下来也没用。每次都卡在管线问题哈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反过来做，先检讨管线之后，管线没有问题，我们协调所有的各管线系统来处理，然后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再来争取经费，这样子才能做一些有效的这个规划，否则我相信永远如果都卡在管线，那是不是每一次的下雨，永康就要淹水？我们在高地是这边，高地是这边，然后就是慢慢下来，往东这边会往东流，然后往东过永大路之后再分北跟南。所以这一块大概比较属于高地的部分，所以伊若是有瓶颈段的塌的，还是讲伊流落来较低洼的，先蓄积甲了啊来的。这边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。上午的会勘包括立委、议员以及市府的官员，现场还有区长李煌新以及座位的里长、校长出席。最后，立委嘛决议，希望市府在2礼拜内提出公线的检讨计划，解决地方积水的瓶颈，然后再再协调各公线单位，并且争取中央的治水经费，希望能够实质改善积水的问题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